美國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，必然要對付俄羅斯及中國。而早前美國已經使到持有大量俄羅斯資產嘅塞浦路斯經濟崩潰，亦推翻咗烏克蘭嘅親俄政權，以及以馬航 MH17進行偽旗行動，使美國同埋歐盟以及世界各國有藉口向俄羅斯展開經濟制裁。而如果美國要對付中國嘅話，首先亦必須以香港作為目標。所以你見到其實成件事，如果第日將來喺歷史上記載係記載咩呢？就係記載其實咧美國啊同埋歐洲啊歐盟啊都一路到都克制住俄羅斯，而導致佢一定要打呢個第三次世界大戰啦。引發點就係呢一個啦。總之唔關 Freemason 事啦咁樣。所以由塞浦路斯啦，然後用塞浦路斯去試別康啦，跟住而家打烏克蘭啦，烏克蘭又揾去試別康啦，然後烏克蘭呢個嘅偽旗行動啦，就引發咗俄羅斯會參戰啊嘛。係咪呢個我哋而家見呢幾個月發生就係咁樣事啊嘛？咁所以呢個模式，如果想引發中國參戰呢，因為世界大戰呢，我哋睇翻過去呢，係幾個月後邊個參戰？幾個月後因為呢件事打沉咗，又參戰。幾個月後邊個被謀殺、暗殺又參戰？一個只不過偽旗行動引發噶嘛。所以如果我哋從呢個跡象去睇呢，中國都有佢嘅塞浦路斯嘅，中國都有佢個烏克蘭嘅。OK， 中國係有一個城市仔呢，係靠佢運金同埋銀大量藉着匯豐銀行運上去俾佢嘅。OK 而中國亦係有一笪地方呢，佢哋嘅商業啊經濟係靠晒佢嘅，係叫做特區，嗰個就係香港啦。咁所以變咗呢，如果一出事嘅話呢，其實我哋會見到呢，針對塞浦路斯同埋針對烏克蘭會發生嘅嘢呢，都一樣，全部兩樣都發生喺香港，咁樣去引發中國去參戰咯。原因對於美國而言，香港只係一個小城市，對於國與國之間嘅角力，貨幣戰爭越演越烈。俄羅斯及中國與其他國家靠攏，金磚五國自行開設銀行同埋儲備基金，目的亦都就係要擺脫美金，唔讓美國繼續以印鈔嘅方式以紙幣換取各國嘅實質資源。但係貨幣卻源於對政府嘅信任，因此美國如果要維持美元嘅地位，一方面就係要維持軍事上嘅霸權，另一方面就係讓其他國家嘅人民唔信任自己國家嘅貨幣，或係讓其他國家嘅經濟比美國更差，咁樣會讓普羅大眾喺冇選擇嘅情況下，喺相對嘅情況下繼續選取美元作為貿易嘅單位。意思係美國經濟差嘅時候，只要美國導致其他國家嘅經濟更差，政治更動盪，咁樣目的就已經達到。因此咁樣亦解釋到點解美國繼續印鈔，但係仍然唔會崩潰。所以美國以塞浦路斯引爆歐債危機，歐盟各國不斷傳出經濟爆破危機。至於中東方面，2010年美國藉住阿拉伯之春，以民主之名推翻唔合作嘅中東國家，例如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台，其後屬於伊斯蘭兄弟會嘅穆爾西勝出選舉，但係其後又被軍方所推翻。埃及呢幾年間不斷產生面臨分裂嘅局面，而曾經推動以金本位貨幣取代美元，用嚟買賣石油嘅利比亞領袖卡達菲，亦喺阿拉伯之春運動當中被叛軍殺死。其後利比亞亦陷入不斷內戰之中，阿拉伯之春亦導致敘利亞及伊拉克陷入內戰。其後叛軍更成為伊斯蘭國 ISIS， 佔領兩國一大片土地。因此面對坐擁最多美國債券中國嘅崛起，美國唔會坐視不理，而中國更加提出去美元化，與不同國家簽署雙邊貿易協議，唔用美元交易，直接挑戰美元地位。而事實上，美國政府亦從來冇看中國為朋友，反而視中國為敵人。美國近年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，宣布重返亞太，於2020年以前將6成海軍部署於太平洋，為嘅就係要聯合亞太各國圍堵中國。因此當然樂於看見敵人嘅城市陷入混亂之中，